的声，拢进入人的心内。我的兄弟姊妹，因心中充满一切水佮好的生命的信息。主你互阮贴在上帝阮的感情，甲对阮的思想得到祝福，阮的生命就充满主你的好甲你的名。阮将阮家己的生命当作一个空空的盒仔，伫今年的圣诞节，袂领受上帝你的祝福，尤其袂上帝将即间小小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嘛是诞生伫一个小小的底座。主恳求你用即种方式，互世间人看见上帝你所带来丰盛的生命，按照今仔日的敬拜，用着家己的手。主恳求你为着所有今仔日来做敬拜的兄弟姊妹，拍开天顶圣殿的大门，互因毋是单单进入迄间教会的礼拜堂，互因是真正进入到上帝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尤其要上帝施恩赐福，互阮对你来领受天地所有一切万物的祝福。阮伫你面前，从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求主你降临，基督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现在我们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主恩典》。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
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这呢大，空也这呢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这呢大，空也这呢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人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这呢大，空也这呢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干，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人相。海水会干，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人相我。海水会干，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会听潭无变换。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人相我。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
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柔软的心，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单单专注在你身上。愿你的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敬拜中被更新，被你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再带着谦卑的心，再来唱一次这首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好，咱安静心，准备礼拜。
人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个人情。这个人代表主爱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个人情。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主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第92首，请来忠信圣徒，请咱起立吟全首。Yeah.
这是咱议员徛咧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读启言文，启言文第31篇。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踮伫黑暗。将上帝互沿海路约旦的河外。阿当的家己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要有光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守护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的魔术，完成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日本。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以上，咱甲吟圣诗第143首，请来，以马内利。请咱坐咧吟全首。
这是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愿感谢你的听，因为伫圣诞节的日子，救主耶稣基督出世伫伯利恒。东方的博士看见星，知影救主已经降生。天兵天使伫天顶唱歌，阳光归伫上帝至高的位，平安临到地面，伫伊所疼的人的中间。主啊，求你使阮有谦卑欢喜的心，亲像迄个婴仔耶稣，互阮看见真光，互阮伫世上行伫平安的路。愿你的阳光照阮，愿你的和平充满阮的家庭、教会以及全世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学乐，咱请献歌队。
遵守上帝的话，请咱献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2节。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伯利恒。有几若个博士对逐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逐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再来看第2章第7节到第10节。对安尼，希律暗中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你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固定。咱再看路加福音第2章13节到14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阿乐上帝讲：伫高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以上讲道题目是圣诞节的故事，咱请陈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三角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要感谢你。你赏赐阮圣囝，伫每一年的圣诞节降生伫阮的心中，做阮上好的帮衬。阮每一年享受圣诞节的快乐甲幸福。每一摆阮咧准备的时，阮就回想阮细汉，阮的长辈安怎准备带阮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圣诞节。但愿主嘛祝福阮，互阮会当准备带互阮四周围的人幸福的圣诞节。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教会伫今年为11月就开始准备圣诞节吼，因为骹手较少啦，所以咱咧较早准备，一直到昨昏会点灯，逐个人拢非常的快乐。伫这准备的时阵，我问素芝姐，素芝姐，恁教会，你以前细汉恁教会的圣诞树是啥物做的？伊讲青仔树、榕树。你若知伫阮细汉的时阵，物质真欠缺。阮的中集到圣诞节的时阵，因会四过去找阮迄个所在有人种真济迄个松柏吼，因会去找，看倒一位较水，就甲寄转来吼，采伫教会。迄个时阵的圣诞树无亲像安尼。阮有一年寄无，寄一张足肥的，迄中集就甲另外一半卸掉，裁壁迄个边安尼吼，看起来较瘦较水安尼吼。阮嘛过甲足快乐。伫阮细汉的时阵，无遐尼水的花。无遐尼水的圣诞的装塔的物件，啥物拢无。恁想讲牧师恁过圣诞节安怎过？我要甲恁讲，甲恁过共款，我是足快乐的呢。伫教会大汉是足幸福的呢。每一届圣诞节时，阮阿嬷是三宝，伊就去买一大包，用差不多讲1捆啦吼，就叫我摸去教会。囥喺教会要创啥？要布置啊！阮囡仔甲棉仔黏咧迄个玻璃黏起来，哇！咧落雪，足水的吼，咧落雪，加黏啊白白。阮教会的长辈
因会去买厚的金色的迄个壁报纸，甲银色的壁报纸，因就开始加一蕊做一蕊足大的星，伊教阮安怎甲凹做立体，伊才做一个，才做一个，然后甲伊夹做伙，中破一支竹仔吼，扁扁的竹仔夹伫中，爱甲固真安哦，阮囡仔拢伫边仔斗安尼粒。当迄粒星摕去咧圣诞树面顶挂落的时阵，哇！你敢知影？迄偌兴奋呢！阮逐个仔都哦，一定讲足水的，足水的。然后阮教会的长辈、牧师、长级，还是主日学的老师，就甲阮讲：你若亲像启明星哦，带人看见耶稣。你若亲像启明星哦。所以伫长老教会大汉的囡仔拢知影迄粒星叫做启明星。迄粒星伫耶稣出世的时，带东方的博士来找着耶稣。伫今仔日的世代，基督徒正做即粒星，带人来找着耶稣。阮教会长辈拢会一直安尼甲咱讲。伫今仔日我发现，教会长辈较不爱甲囡仔讲话，家己的囝家己教，讲伤济人可能无欢喜。毋是安尼，我希望咱教会的长辈有缘会甲咱主日学的囡仔讲迄粒叫做启明星，迄粒恁即马爱正做迄粒启明星，带人来看见耶稣。伫即2礼拜，阮咧准备囡仔圣诞礼物，我想讲即摆囡仔较会遐幸福，礼物真水，然后包装纸嘛足水。我就想起阮细汉的包装纸是啥物？是报纸。迄阵要报纸吼，嘛要去公家机关共拜托呢。啊，你一块报纸互我。吼，迄种物质会有订报纸的，因兜算袂歹过。吼，啊，阮就去人讨迄报纸来，啊，就包迄个牧师就包。迄个时阵有较大张的包装纸，叫做白报纸，薄薄啊白色的。但是咱台湾人看到白色的，总是感觉无好，所以宁可选择报纸包了咧。迄个时阵拢包啥物？包文具。笔啦，吼，水彩笔、水彩啦，迄阵嘛无彩色笔，还是蜡笔。我摕着就足欢喜的。有一年，阮的牧师特别去都市，买粉红啊色的白报纸，粉红啊色的哦，真大张吼。伊甲阮的礼物包包的放伫圣诞树骹。阮礼拜日到教会吼，阮规个囡仔吼，拢围伫迄堆粉红啊色的遐搭，哇，较遐水！哇，我就想讲，有一日吼，我来用粉红啊色的包包放遐，看咱的囡仔安那。因你会讲牧师很丑，一代过一代，一代过一代，拢是新的。圣诞节意义就是安尼。圣诞节意义，咱等者来会讲着，为什么咱来邀请耶稣降生伫咱的心中？这就是一代一代一直无共款，一代一代上帝祝福愈来愈加添。各位兄弟姊妹，伫圣诞节真传统的教育内底，就是这3项。伫阮细汉，我拢听甲足熟的。哦，恁爱诚做启明星，啊，恁爱诚做互上帝欢喜的人。牧师就讲，恁爱将互救主降生伫恁的心中。这种听甲足熟的。但是有一日，我咧甲一个外教派牧师讲话的时阵，我讲哇，那个启明星吼，迄个牧师讲，你们很奇怪呢。只有你们长老教会在说启明星，
圣经哪里有记载取明星？刘兄弟，你唔免揣，圣经拢讲迄粒星，独咱台语的白话字，圣经内底，伫彼得前书第2章19节，遐才会讲，迄粒启明星出世伫咱的心中。伫圣经才是唯一记载的所在，是唯一记载讲伫咱的心。彼得后书第1章19节，我头拄讲第2章第1章19节，伊讲启明星出现伫恁的心的时，所以咱足欢喜的。为什么甲咱知迄粒星叫做启明星？我感觉足欢喜的吼，即粒星的名号甲足好听的吼。启明星，咱逐个人拢来做启明星。启明星的意思就是讲，恁的光爱照伫人的头前，互人看见恁的好的行为，咱将阳光来归互咱天顶的上帝。每一遍过圣诞节，咱着搁一遍来回想，伫今年内底，咱敢有真做启明星？伫今年内底，咱敢有真做互上帝欢喜的人？即句话出现伫圣诞节经在。圣诞节上界出名的金句是啥物？伫极悬的天，阳光归互上帝；伫地上和平，要赏赐互啥？上帝所欢喜的人。伫细汉的时，阮会晓做互上帝欢喜的人。应该毋是安尼讲，阮会晓做，互教会的人欢喜，因为圣诞节到啊，阮特别乖，阮会主动去教会扫涂骹，阮会认真背金句，因为金句背愈侪，礼物愈侪，阮会认真去出席主日学，因为安那圣诞节到啊，阮爱做互教会欢喜的囡仔，恁兄弟姊妹，安尼敢是足现实？无啊！圣经明明甲咱讲，咱爱做互上帝欢喜的人，互上帝欢喜的人要创啥物？要领受上帝礼物啊，敢毋是安尼？咱拢足爱上帝祝福，但是上帝祝福有足侪伫圣经内底。我也毋捌读到，足奇怪。有一日我出去行路祈祷，我真爱一直行到大圳，遐挖过来，看咱的十字架真悬，啊足水的。有当时若是云真清，天气真清的时阵，咱的十字架会伫咧三粒山的中间吼，非常的水。啊到遐吼，我手就举起，哈利路亚，感谢主！哦，伫遐祈祷，因遐拢无人。有一遍我祈祷甲足欢喜的吼，啊边仔遐有一泡迄个金蕉吼，一泡安尼，为内底走出来一个外国的劳动者吼，伊行甲用白，我毋是滚生笑，我真正去甲伊惊着吼。伊可能啉烧酒醉阵去靠伫遐咧困的款，啊听着我伫遐大声祈祷吼，伊真正用安白吼，啊跳过大水沟，为平走过吼。我想讲，哦，好佳哉伊无落咧水沟内底。我感觉伫遐祈祷足快乐的。有一遍我伫遐，所以我常常伫遐甲会友拜托我甲祈祷，我伫遐举手祈祷吼。啊，有的人嘛为我后壁徛铁马过，我就不管伊的。祈祷是我甲上帝的代志，我充满喜乐就好。有一遍我祈祷的时阵，上帝一直甲我讲一句祝福的话。迄句祝福的话，我毋捌听过。讲得着上古之山之宝物之至宝啦，上古的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即句话足歹背吼，伊一直甲我讲，但是我想讲，即句话一定伫圣经，所以我就甲记起至宝甲宝物，我就倒来找。我拍开电脑一找。这句话就走出来，是摩西祝福约瑟的话。弟兄姊妹，咱
互上帝欢喜，上帝还佫有足侪礼物要互咱。感谢上帝，伊有讲袂尽的礼物。为虾米？咱感觉歹势啊？我歹势伫圣诞节时阵佫较乖。两兄弟本来是都无乖，为虾米圣诞节时阵咱无爱做较乖咧？较认真参加教会活动，吼，来教会领受上帝快乐、上帝幸福，也毋是安尼。基督徒上界幸福的日子，我感觉是圣诞节。伫阮细汉的时，阮就真爱圣诞节。阮过年买水衫吼，毋是伫过年买，是伫圣诞节买。然后伫圣诞节，阮就穿足水安尼吼，去参加迄个圣诞节的活动，感觉家己吼哇，上帝较会遐尼疼我吼，穿水水，啊坐去食啊，教会分迄落，阮拢毋捌食过，足好食的迄落糖仔，互阮食吼。有一年拄仔开始葡萄干进口的时阵，阮牧师去买葡萄干。啊，无纸鹿啊，无塑胶鹿啊，伊安怎包？伊用腊日的纸吼粘起，啊一块一块安尼分互阮食。我讲，哦，这牧师较会遐好，特别去买葡萄干互阮食。教会会当互囡仔足侪幸福的，教会嘛会当互咱足侪幸福的。囡仔幸福是咱互因的。昨社区足侪囡仔来看咱点灯啦吼，点个足欢喜的。啊有3、4个吼，伊逐个圣诞节拢会来，伊就来甲我叫牧师，我讲结束了呢，你可以回家。讲还没有去游街啦，我讲游街毋是今仔日啦，伊讲过偌久，我讲过2礼拜哈，你会记得来啊？哈，后礼拜我们去图书馆表演，你叫恁爸爸妈妈带你去。过落迄礼拜就要游街，你要来哦。讲我当然要来，我每年都有来。吼，我足古锥的吼，一个国小的囡仔，我每年都有来。兄弟姊妹，咱会当互细汉的囡仔得到遐尼大的快乐，但是咱呢，咱成人啊呢，咱啥人要互我快乐？啥人要互我礼物？啥人要为我备办一个足快乐的圣诞节？耶稣要为咱备办，耶稣要来为咱备办。咱只有做一个动作，咱迄个动作是啥物？主啊，欢迎你来降生伫我的心内。主啊，你来降生伫我的心内，互我享受幸福的圣诞节。细汉，这嘛是传统的教育的一个，牧师拢会甲阮讲，你爱亲像启明星，你爱互上帝欢喜的，你爱做上帝欢喜的人，你爱互耶稣降生伫你的心中。兄弟姊妹，我无遐尼聪明，我常常咧想，耶稣要安怎降生伫我的心中，这是啥物意思？感谢主，我拄着一个真后甲阮带阮的牧师。有一年的圣诞节，伊就伫主日学的时阵分互阮卡片。卡片是迄个时阵布置圣诞树真主要一个物件吼。啊，卡片真大张，牧师就会带阮甲伊加做较细张，啊，甲吊喺圣诞树面顶。啊，迄年牧师已经甲卡片加甲足水的，啊，佮吼甲钻空，啊，佮甲绑锁啊。啊，牧师就甲阮讲吼，咱今年吼要做一项代志。耶稣降生伫咱的心中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牧师要甲恁讲，恁爱甲恁心中5项无爱单调，甲上帝讨5项祝福。啊，恁伫遮写哦，吼！我不要5项，我要5项。啊，写好，家己摕去树仔顶挂咧。牧师无甲阮解说，啥物叫做互上帝
互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中。但是牧师教阮做这个活动，我渐渐明白，伫耶稣降生的时阵，有一个婴仔比较大声出世。这个婴仔名叫做约翰。约翰是要创啥物？约翰是要行伫耶稣的头前，为耶稣备办道路的。为什么耶稣爱人为伊备办道路？开一条路予耶稣行吗？毋是。约翰要甲迄个时阵，耶稣所要竞选的人，就是咱今仔日咱遮的已经受上帝竞选的人，讲恁爱悔改，恁爱得到耶稣的救恩，互耶稣降生伫咱的心中，就是安尼。咱必须爱通过悔改。无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无有一个人安那伊会当话讲了对，代志做了对，无啦。人的软正就是人常常做毋到代志，大错小错而已。甲有的人的心中拍出这个结的，为虾米？伫伊成长的过程，有真侪伊家己毋知迄是一种的伤害，但是伊拢甲伊绑伫咧心中。嘛有的人足容易受伤，人咧甲讲的是好话，伊会想做歹话。嘛有的人想过头，自卑，还是想过头，骄傲。今仔日行西的约翰讲，咱爱悔改。悔改的意思是啥物？我知影迄个无好啊，互一个新的降生的气力伫我心中，帮助我甲遐物件除掉。我要除掉啥物？然后我要得到啥物？咱毋免亲像囡仔，互人为咱备办着圣诞的礼物。对无？啥物人要甲咱备办？咱的上帝会当为咱备办，上帝会甲你上好的、上需要的互你。吼，这就是拄拄仔咱所咧讲的，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我足爱这个经节，感谢上帝，伊有讲袂尽的恩赐。这个恩赐吼，我拢甲翻译做礼物，伫我的圣经吼。这句话后壁，我给打一个很大的圈圈，写上礼物。因为这句文字的意思就是礼物。伫咱的一生，上帝有足侪礼物要予咱的。雅各书伊讲，各种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哇，这什么意思？我找到一个天主教的圣经吼，更较明白。伊讲。一切上界美好的，上帝要送咱的；一切上界完善，对你上好的礼物，拢是要为上帝遐来予你的。啊，咱要安怎摕到？就是圣诞节咧，甲咱讲的，互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中，通过悔改。我伫今年。我有做足济，我家己无满意，别人嘛无满意。虽然我当年伫咧讲，我个性无爱遐尼急，我要豆豆仔讲话，但是我犹原因为我会急，得罪真济人哦。但是我嘛有发现，我有进步啊哦，我有较袂遐尼急哦，对无？这是上帝一年，伊不断更新，咱不断进步，伊不断更新，咱无可能一概就称为圣人啊，无可能。但是咱来看到我家己有进步啊，我甲上帝更较接近啊。上帝好的礼物一定会互我，这是我的相信。我甲牧师两手空空。爱讲较浪漫的，
手牵手来甲主堂教会。阮伫遮37年，回想倒转来，只有感恩，只有感谢。感恩真大部分是我熟悉着咱大家。咱今日头前咧唱歌这4个囡仔，因为足细汉足古锥，就来伫教会。伫圣诞节足无用的，因拢伫外面咧读册，因昨昏转来，常常讲牧师，阮需要做啥物？哇！即句话吼，就是礼物。即句话就是互做牧师得到足大安慰。咱的教会有忙啊！今仔日若是咱每一个人拢来教会讲，我需要做啥物？哇！咱得定教会，毋是安尼水鸟。你有感觉无？咱较拢水即边，即边较拢无布置，即边外口较会空空，因为做袂来啦，做袂来。咱有几丛树仔，还阁无完成咱的布置。两位兄弟姊妹，伫这个圣诞节开始，咱爱认明这道理。你以前若是讲，我毋知影呢，我毋知影信上帝有遐尼好，遐讲袂尽的礼物。两位兄弟姊妹，试看卖咧，甲上帝讨，上帝予咱的是上界下需的。上界适合你用的，亲像我有一个见证，有一日有一个人敲电话，伊讲牧师，我捐一台管风琴互恁，好无？但是迄个搬运的费用、安装的费用，恁爱家己迄落。我讲多谢你，我毋是惊开搬的费用，惊开安装的费用，一台管风琴遐大台，阮教会爱定起，起了才有法度装吼。管风琴足悬的吼，咱教会要囥喺倒，就好亲像今仔日若有人讲，牧师，我送你一台火车，咱要紧来搬无？我一定甲讲谢谢，放在你那里就好。火车搬转来要囥伫倒？但是若是上帝予咱的。一定是上好的，因为上帝讲，我要将一切上界好的予恁，我要将一切上界下恁的礼物予恁。这上帝亲自甲咱讲的。你看这圣诞节是一个幸福的开始，圣诞节是一个我重新甲上帝建立关系的开始。我的外表虽然渐渐安那衰退，无力，无在条爬起楼梯面顶。我即届圣诞节去传一支底啊足长的吼，啊踮遐甲数字节笔到遐吼，甲衣襟笔握到遮，较暗吼，我甲衣襟讲，哎哟，刚举一支较早你用白，即摆刚举一支册仔笔。比甲手疼腿咯，老啊，老啊！但是咱的圣经甲咱讲，咱的外表安那渐渐衰退，咱的内心却是安那日日换新。圣诞节意义就是安尼，咱每一年邀请耶稣来降生伫咱的心中，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力，咱将咱无爱渐渐靠上帝救恩来摕掉，咱向上帝讨。我今年要得到什么款的礼物？好大甲伊讨，好大甲伊讨。只有惊你袂晓讨，因为安那？你讲我都无咧读圣经，我毋知影圣经内底有记载什么。咱兄弟姊妹，较紧读圣经哈。上帝祝福拢伫圣经内底。恁若还阁读圣经，感觉毋知影上帝祝福伫倒位？咱教会伫
旧历年的时阵会出3本册吼，就是圣经内底的金句吼，系伫3本册内底会当送互大家。但是读圣经是上介好的。最后，我要邀请大家兄弟姊妹，咱既然知影，互上帝降生伫咱的心中，咱会当汉大的幸福，咱还会记得悔改，就是耶稣所讲的，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好，这个时阵救恩才会入来咱的心中。你若是过去拢定定看到，定定无好迄方面去想的人，咱渐渐，互上帝降生的气力帮助你，互你赢过，才会互你感觉无好的习惯，才会捆绑你的行为，捆绑你的想法，互你常常感觉这也无好，迄也无好。咱求上帝救恩，互咱帮助咱，咱有法度来享受幸福佮富足的一年。因为上帝伊会将各种的恩赐加添互咱，互咱啥物会着教业，互咱有气力做更较侪好的代志，互咱成做伊的启明星。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每一年降生伫阮的心中，互阮气力，帮助阮，互阮更较熬做，互你欢喜的人。主，伫阮过来日子内底，阮犹原有真济毋知甲错误，阮嘛犹原有真济需要你的所在。恳求主，你降生伫阮的心中。你的救恩日日加添互阮，虽然阮的外表渐渐衰退，总是阮的内心信个信，因为上帝你的礼物、你的愿望伫阮的心中，每一日、每一年拢加添，直到阮见到你的时。感谢主，赏赐阮汉的丰盛佮富足。感谢主，赏赐阮圆满佮幸福的日子，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应答上帝的听，请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第82首。当着听天使低音讲，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礼拜先来做奉献。
平安礼，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咱要行平安礼进前，先来欢迎咱今仔真欢喜，有一个咱真敬听的陈崇发牧师。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Kitty 甲伊爸爸招爸爸来做伙做礼拜吼，咱真欢喜。陈崇发牧师今仔日伫咱中间吼，陈崇发牧师的年岁甲我的丈母差不多岁吼，拢真高长岁数。伊是我真敬听的一个长辈。我来中华接到中华第一张批，毋是公文吼，是一张对一个老前辈的牧师，陈崇发牧师亲自写互我一张批，要甲我欢迎讲，欢迎你来中华中会。迄个时阵，崇发牧师就是中华中会的议长，迄届的议长，我永远会记得一个长辈用迄种真有温度的即种的态度来欢迎一个少年的牧师来伫中华地区吼，咱真欢喜，去伫遐常常陪伴牧师今仔日召伊来教会做礼拜，对心中的欢迎吼。佮另外一位姊妹是来过咱中间前几啊摆吼，一个姊妹叫做李亚萍姐妹吼，伊是双连教会，因捌一个小组来过咱教会几摆，嘛捌去访问喜乐，嘛捌去访问爱家伯，咱今仔真欢喜，一个亚萍姐吼，伊的娘家是凤湾乡的人吼，咱真欢迎伊今仔日来甲咱做礼拜。好，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几句话几句话了，咱才来做平安礼吼。因为咱等一下要唱耶稣听你，牧师要甲恁拜托，咱的教会毋是小间教会，但是咱的教会嘛毋是大间教会，无迄是啥物教会？感谢主，感谢上帝伊伫咱中间，甲咱讲出咱的心内话。咱今年的圣诞节，恁若袂当倒骹手。毋免歹势，嘛毋免烦恼吼。布置的人有布置的温数，咱上班的人有上班的温数。但是牧师要甲咱拜托一项，就是讲，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斗祈祷。你对心中若有你少年的亲人朋友，你去今年的圣诞节，你甲伊祝福吼。来当邀请伊来德登教会，就邀请伊来参加咱的这圣诞节的一系列活动。若袂当来，你对心中祝福伊，因为圣诞节是基督徒纪念主耶稣恩典白白得到、白白互人的日子，所以圣诞节是一个祝福你身边的人咱要亲像不是圣诞老公公，亲像耶稣，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间圣诞老公公并袂当做耶稣顶伫十字架迄项工作，耶稣来到世间，毋是干那一个真浪漫的平安夜，甲伫迄个。即个玻璃园天使报佳音尔吼。佮第二项牧师要甲咱拜托，就是用咱的骹来行走祷告。咱每年的即个圣诞节的报佳音咱就是行走祷告，咱德登川、德登乡吼。无真快，咱有14个乡、14个川，但是咱无法度14个川拢去行，但是咱上少行德源川、德登川吼。所以，请咱伫迄个报佳音。迄日若会当，请咱12月19的下暗，咱的暗顿进前，就聚会，咱组织咱做伙来卡达德登乡行走祷告报佳音教会常常报佳音拢报会友的厝，但是其实真正报佳音毋是干那报会友的厝，对无？就是报互咱出面头个，大家拢知人因毋是亚妈祖。但是因甲耶妈祖同款的敬虔，其实是咧将耶稣降生的祝福讲互世间人知所以牧师要邀请咱大大小小咱若会当，我知影咱还阁有上班但是若会当，咱提早一点咱做伙来参加，带咱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即个报佳音咱用即条诗歌，亲像报佳音，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候，爱真心啦，好无？咱咧唱即条耶稣听你的时阵，是对咱心中讲，我要将即条歌传互我亲人中间，即摆上需要耶稣听的温暖我的亲人朋友。咱用基督的心来念即条诗歌。
稣永远听你，求你脱离，求你脱离，脱离黑暗万世，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奉你的圣名来祝福，伫网络顶悬无法度去到圣殿做礼拜，任何一间教会，阮的当信的兄弟姊妹，当因已经无法度亲自到圣殿去敬拜你的时，主啊，恳求你伫今仔日这个网络中的礼拜，你听惜你的囝儿，听惜你的查某囝，也听惜阮所敬听真侪阮的长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因救主降生的恩惠，充充足足运行伫因的生命中。所以嘛，为着阮的士大人来祈祷，专恳求你恩待阮的士大人，检查因为阮的工作，检查因为阮出外已经搬徙到外地，无法度逐日甲阮的士大人带做伙。但是主求你怜悯阮的士大人，互因每一天拢有主你的圣神。由你的天使陪伴因生活的日子，互因每一天拢有轻松、健康、勇健的身躯。主带因出入的脚步有主你的保守。主啊，嘛为着阮中间有人身躯欠安，袂通来到教会，因需要主耶稣你活命的医治的阮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医治因，互因的身躯、互因的心神、互因的灵命。拢平安健康勇健，至圣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拍开天顶圣殿的大门。主啊，你的圣殿是无所不在，既然求叫你的，愿出你的听，亲像空中的飞所咧奔的，这的空气甲风，求主你的灵甲你的风，就奔入伫每一个需要你的人的生命中。阮恳求你，互今年的圣诞节，逐间教会拢水当当。主啊，阮恳求今年的圣诞节，互逐间教会拢拍开因祈祷的声音，来往这个这个土地，往阮的国家甲社会来祝福。恳求天父上帝，互台湾真做一个，互主你的慈爱恩惠充满的所在。阮伫你的面前来祝福，今年的圣诞节要真做台湾一个真特别的祝福的年，拍开新的一年，互明年无惊吓，互后年更加精彩，有主你所赏赐的恩惠。主，阮伫你的面前，奉你的圣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着咱即礼拜生日的兄弟来祈祷，咱将即礼拜生日，也是讲你后礼拜生日袂当来，啊，你拄今仔日有出席，咱会当做伙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免点名，咱若想要来头前祈祷的人，拢会当来吼。上帝是咱的施恩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施恩的上帝，阮伫每一个重要阮人生重要时刻，你的时间讲 Kairos， 主要就是你的时间，你的期，你所定着的时间。主，你的祝福就临到伫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主，阮因为认捌你，因为亲近你。阮的生命就受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吸引，主耶稣你用你的保护吸引伫阮的心上，就亲像伫旧约中间，上帝的圣神用油甲你的灵来膏抹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伫今仔日的生日中间，阮为着做甲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要奉你的圣名来祝福千恩、自信、秀中节、秀月节、佩奇美女。启温志杰甲慧轩，所以阮用你的圣名来祝福每一个阮所少年的兄弟姊妹伫的生日的时，阮恳求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的杯毋是浑浊，乃是清气圣洁个良善。主你互因的生命的杯是遐尼甘甜，互因手旁生命的杯来担着稳定的滋味，佮甲伊的
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你祝福因的生日是一个稳上加稳、力上加稳的日。恳求天父上帝恁亲自下手伫每一个生日的你的囝儿查某囝因的生命中，享受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够敬畏耶和华的灵。主你互因的生命中间充满上帝你的圣神，因会当成做生命的好管家，因会当成做因的情绪的主人，因会当知影怎样好好来使用上帝你所还伫地上的日子，每一天拢无浪费。让成做结果子的生命，愿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来请师会来报告。是我来报告。长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7人，奉献5380块；主日二出席11人，奉献620块。祈祷会出席5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透早9点线上，暗时7点半暂停。圣港活塞后礼拜四月，咱请张武芬执事、领师陈忠胜执事、苏琴请沈千益姐妹。书宪交代，咱请尤丽芬甲林安路执事；爱餐比班请郭一玲执事。新安宫读经表，咱照这顺序表来做灵修。具体交通：第一，12月14有洗礼甲圣餐，要洗礼请准备心，牧师报名，参加找道理的课程。第二，互咱作为祈祷，恳求上帝通过咱的教会圣诞节的聚会，祝福亲友。所有的布置拢无法度代替咱心中的代祷。第三，圣诞节的活动，12月19拜五暗时7点社区要报佳音；12月20拜六下晡5点半圣诞市集；12月21礼拜日透早9点半有圣诞主日的礼拜；12月24拜三暗时8点有平安眠的礼拜。第四，请咱为生日做代祷。奉献报告，咱请咱家己看，然后错误的请会计人员来做更正。代祷事项：第一，咱为替身心欠安的祈祷，有庄仁聚、黄宏仁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义轩、刘玉君来代祷。以上，这是咱因上言圣诗，圣诗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全首，因时煞咱请全牧师在祷。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这明德必会。